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。你好，300弄。一路上顺利吧？3张可以弄。先生在北京见面，佳节白月节假期第1天，借此机会，当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全力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。我知道人民所做的付出大的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。在我们及时得到了蒙古政府和人民的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，专程来向中方表此举所体现出来的深远意义，一定会为今后展示我对总统先生此举的深表赞赏和感谢。去年，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。今年元旦，我同总统先生互致新年贺电，造福两国人民。谢谢，我先讲这些。这是他们Johnson 他们稍等蒙古联盟。谢谢。别动，别动。